后来把这个政治放一边，其实韩国瑜这抓过迄边是要拼经济，讲拼到是不只有成果。头一天伫咧香港摕到的订单是这个26亿外，第二天伫咧澳门摕到的订单7.3亿，伫咧深圳佫摕下到10亿的订单。前这4天无包括下晡的厦门，总共签到的订单是44亿，是过去2亿外将近20倍。韩秀宇，你看做生意赚钱，以德为贵，怎么叫有钱德越越多？谢谢。虽然比较得名，但是韩国瑜也是笑眯眯，因为伫海基区农产物流分区签10亿的订单。海基区是大陆华南规模上大农产物流中心，水果价咧就有12条，水果的交易量一天是2500吨，农产的年交易额是1300亿的台币。欢迎选购台湾水果。头一天在香港摕到8笔农渔产品的订单，金额是26.71亿。第二天在澳门是做27笔的生意，包括蔬果、花卉、医疗，金额是7.3亿。伫深圳又佫摕到10亿的订单，4天落来签44亿台币的订单，是过去2亿外将近20倍。虽然拼经济成果大丰收，但是韩国瑜甲国台办主任高吉的会面，政治上的高度敏感性嘛引发关注。两岸尽早实现应通尽通，打造共同市场，共享祖国大陆发展机遇，能够给台湾同胞带来的巨大的好处。国台办主任刘吉义，若是直接伫会谈的时阵，将祖国2字挂伫嘴边，嘛，互外界对着这场会面的政治意涵有各自无同的解读。